三高咧已經唔再係老人家嘅事啦，係有年輕化嘅趨勢。其實咧腦意外同埋三高咧都係息息相關啦。香港咧有超過一半嘅15至到84歲人士咧最少有一項嘅三高問題。平時出街食飯多，高油高鹽唔戒口，血管咧好易就塞車噶啦。所以咧日常管理好三高咧先係預防嘅根本。樂道安宮牛黃丸就打破咗傳統，由註冊中醫加埋西醫一齊監製，主要嘅成分跟足古方改良，用咗多種上等嘅藥材，去除咗朱砂、雄黃呢兩味咧可能有毒嘅中藥，經檢測不含重金屬，有效同時確保安全。最後都到咗金箔，加強鎮心效果。產品有100% 香港註冊中醫推薦，100%認同可以有效降三高、通血管、預防腦意外，做好預防。1個月咧食翻3粒調理身體，順便咧就買埋俾屋企老人家開門口。樂道安宮牛黃丸萬寧有售，平時賣緊2250蚊一盒。嚟緊5月2號星期六有萬寧1日嘅出位價，只需要1599蚊咧就可以買到佢9粒裝啦。大家去到萬寧咧喺貨架上面拎個樣本盒去收銀台咧就可以買到呢個9粒嘅禮品裝。得一日㗎咋，5月2號大家記得去掃貨啦。